好，来继续来看入冬以来第一波的大陆冷气团到位。透早上低温是伫个南投的中寮，只有10°3。明仔载开始，南方的云系刷起来北平，所以拜五进前，全台湾拢会落雨，3000公尺以上的高山，阁有机会来落雪。福寿山鹿野区涂骹桥拢结一层白霜，受到大陆冷气团的影响，全台气温下降。透早上低温伫南投中寮10°3，苗栗县体感温度只有6度。明仔开始到拜五，受到南方云系北移影响，全台拢有雨。我们预估明天其实各地逐渐转成会下雨的天气，尤其到星期五这段时间。 北部、东北部下雨的时间是一整天偏长的，而且会出现局部性大雨或局部性的豪雨。花东地区也会有雨，甚至连这种季节不太会下雨的中南部地区也会断续降雨哦。不过降雨的情况发生以后，温度虽然是东北季风影响，可是整天在白天的时候温度是凉的。 3000公尺以上的高山，拜五前低温加上水汽，也有机会落。今年冬天第一场雪，加上水汽增加，未来一礼拜体感温度嘛偏低，沿海空旷所在8度。不过气象局嘛发布今年冬季应该是一个暖冬。就目前海水温度的分布来看的话呢，在台湾附近的海温还是属于比较偏暖的这种情形。那整个大范围的趋势，像声音现象在。 今年的冬季呢，倒并不是会非常的明显。今年寒天正常偏暖，几率较悬，不过也受寒流报道的机会较高的碰西沙、羽绒外套拢系准备。落雨方面，除了北部、南部沿海正常，其他明显偏少。阿里山、玉山平哦，已经创下10以来秋季上少雨的纪录。